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。今集係亞伯拉罕第16集，為以撒娶妻。溫馨提示，請先下載講義，以便參考更詳細內容。第24章係創世記最長嘅一章，有67節，可分為6個段落，係對稱平衡。第一段，亞伯拉罕委託僕人為以撒娶妻。亞伯拉罕強調留喺迦南，呼應地土應許。第二段，亞伯拉罕相信神一定引導。亞伯拉罕設定咗條件，女子唔願意離開故鄉，誓言就冇效。第三段，僕人其後同神嘅回應，僕人其後記號，利百加滿足記號，僕人稱頌神同拉班接待，顯明神引導整個過程。第四段呢，僕人見證同家人認同，僕人見證神嘅引導，又提親，促成利百加嘅屋企人認同。第五段，利百加順從神嘅引導離開故鄉，家人認同呢事出於神，臨別祝福預示咗後裔同地土應許得以延續。第六段，以撒娶妻又愛佢，得咗安慰啊，即係實現後裔同地土嘅應許。第一段，亞伯拉罕委託僕人為以撒娶妻，帶出以下主題。24章1節，耶和華喺一切事上都賜福俾佢，呼應神起初呼召亞伯拉罕俾佢嘅應許，包括後裔同地土。24章4節，你卻要到我嘅出生地，為我嘅兒子以撒娶妻。亞伯拉罕要求僕人從佢嘅出生地為以撒娶妻，並非出於情感，而係神學嘅原因。詳細內容請參考講義。第二段，主人相信神一定引導，可再分3個小段，結構係對稱平衡。第一個小段，僕人假設女子唔願離開故鄉，亞伯拉罕堅決表示唔可以帶以撒離開迦南，強調留喺應許地係唔能夠更改，因為迦南地係執行神救贖計劃嘅地方。第二個小段，亞伯拉罕相信神會差遣使者引導僕人，原因係神昔日嘅作為，包括神帶領佢離開父家同出生地，同神起誓要賜地土俾佢嘅後裔。由此可見，亞伯拉罕信心嘅基礎係神嘅話。第三個小段，亞伯拉罕提出誓言無效嘅條件，重申唔可以離開迦南。第三段，僕人其後同神嘅回應可分4個小段，結構係梅花間竹。第一個小段啦，僕人其後同神嘅引導啦，預備合適嘅女子。第二個小段呢，神立即顯明嘅引導呢，女子滿足咗僕人嘅其後，接受咗金色並願接待僕人。第三個小段啦，僕人人稱神嘅引導，咁啊預備咗合適嘅女子。第4個小段，拉班順從神嘅引導，立即去迎接僕人，因為見到利百加嘅金色同聽咗佢個報告。第4段，僕人見證同家人認同，描述僕人見證神嘅引導，從亞伯拉罕嘅信心到利百加嘅順服，以僕人嘅稱頌同提親為高潮，為下文嘅應許實現奠定基礎。第4段可分6個小段，結構係對稱平衡。第一個小段，僕人獲得拉班接待，僕人又表明佢今次行程嘅目的係回應亞伯拉罕嘅委託。第二個小段，僕人提及亞伯拉罕嘅信心，奠定見證嘅基礎。第三個小段呢，僕人其後並且設立指定記號。第4個小段，利百加主動滿足僕人全部記號，強化神引導嘅奇妙。第5個小段，僕人敬拜又稱頌神嘅引導，呼應僕人第一次敬拜神，突出感恩呢一個主題。第6個小段，僕人提親，直接引發家人認同，並且促成婚事。第5段，利百加順從神嘅引導離開故鄉，展現神完成引導，從家人認同到利百加同意僕人嘅計劃，立即出發，最後臨別嘅祝福連結神嘅應許，為婚事奠定基礎。咁第5段呢就可以分5個小段，結構係對稱平衡。第一個小段，
屋企人認同啦，即係呢個是出於神，就回應僕人提親。第二個小段，僕人送禮同準備出發，為利百加離開故鄉做好準備。第三個小段，利百加對比屋企人言辭啊，同意僕人嘅計劃啦，即出發啦，突出佢性格果斷啦。第四個小段，利百加同僕人出發，實現神下一步嘅引導。第五個小段，屋企人嘅祝福包括後裔同土地，呼應神嘅應許。第六段，以撒娶妻愛佢得安慰，記載以撒同利百加結婚，可分5個小段，結構係對稱平衡。第一個小段，以撒住喺迦南嘅南地默想，回應留喺應許地呢個主題，靜候神引導，暗示佢孤獨，因為莎拉去世，為結婚設下背景。第二個小段，以撒舉目看見駱駝隊，利百加舉目看見以撒。視覺連結，預示神引導佢哋相遇，進一步邁向婚姻。第三個小段，利百加面紗蒙臉，準備見丈夫。呢段位於中心，作為神引導婚姻嘅高潮。喺古近東，女子面紗蒙臉，表示自己係新娘子，並且尊敬新郎。第四個小段，僕人報告神引導嘅過程，確認婚姻出於神嘅安排。呢段呼應第二個小段。兩段都聚焦神引導，互相對稱。第5個小段，以撒娶利百加，愛利百加，佢又得咗安慰，回應莎拉之死，實現利百加家人嘅祝福，以及神賜後裔嘅應許。讀完全章，希望大家明白神點樣引導利百加離開故鄉到迦南地，同以撒結婚，成為救贖計劃嘅一份子。利百加離開故鄉係亞伯拉罕嘅翻版，表示神引導完成整個救贖計劃。無論老少男女，都係因為神嘅揀選引導而成為天父嘅兒女，一切都是因，半點不由人。願神賜福大家。